自2026年2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0章第1节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0章。将来我所甲恁讲的祝福甲咒诅发生伫恁的身上。恁伫上主，恁的上帝甲恁流放去的列国中，想起遮个事。迄时，恁甲恁的子孙，若专心专情归向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照我今仔日的吩咐，遵趁伊一切的话，上主，恁的上帝就会怜悯恁，互恁受掠的人倒转来。伊会回心转意，将伊甲恁四散伫列国的人自集带转来。恁若有人受赶逐，就是伫天边海角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甲恁自集，对遐带恁倒来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承接恁的列祖占领的地，好款待恁。互恁的人口加添，比恁的列祖较侪。上主恁的上帝会洁净恁甲恁后代的心，互恁一心一意听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伫即个地永远徛起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遮个咒诅降落伫恁的对敌，甲怨恨恁、困着恁的人的身上。恁会搁听趁上主的话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一切的诫命。恁若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守即个律法所记载的诫命甲规例，搁专心专情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伊会互恁事事亨通，互恁所生的前生生的土地出产的充足有春，因为上主会亲像以前伊爱恁的列祖安尼，好款待恁，赐福恁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毋是恁做袂到的，离恁嘛无远。毋是伫天顶，恁毋免问讲，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，将即个教示带落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嘛毋是伫海的迄边，恁毋免问讲，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，将即个教示带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即个诫命离恁真近，是伫恁的喙内，伫恁的心中，互恁会当实行。着会记得我今仔日将生死祸福甲恁讲，互恁选择。我今仔日吩咐恁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。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，人口加添，得到福气。恁若违背上主，阁毋顺趁，受引诱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明，我今仔日明明甲恁讲，恁一定会灭亡，袂当伫恁过约旦河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，我将生甲死、祸福甲福气摆伫恁的面前，着经性命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当继续生存。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听趁伊的话，忠诚跟缀伊。伊是恁的活命，恁着靠伊才会当继续生存。安尼，恁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赏赐因的地久长徛起。明白上帝的心意。
1989年，歌手童恩格发行《其实你毋捌我的心》专辑中收录这一首上款名的歌曲，歌词写出人对感情握伫挂舌时，甲对方保持要断阁袂断的矛盾。这首歌讲出真侪人的心声，引发人内心的共鸣。其实你毋捌我的心，一时间诚侪流行语。事实上，伫现实生活中，咱也总是期待家己所看重、在意的人，会当真正明白咱的心意。那安尼，伫信仰生命中，咱是毋是捌问过家己？我明白上帝的心意无？伫牧会中，常常拄到兄姐安尼问：上帝的心意到底是甚物？尤其是当人面临抉择的时，敢要换头路，囡仔的教育要安怎安排？教会事工着往倒一个方向推展？面对抉择的时，人总是希望会当清楚知影上帝的心意，甚至希望伊直接提供明确的答案。有一寡人抓做上帝的心意，就亲像一份加密的文件，需要有特别的属灵经验，也是特殊的启示，才会当明白。创世摩西伫申命记3章提醒，上帝的诫命并毋是遥不可及的理论，也毋是看会到摸袂到的教条，是实际搁踏进人的心的指引。就伫人的心念，就伫人的喙念，通好互人会当遵行。伫生活中，就亲像父母袂当用高深的学术语言对囡仔讲话，是用囡仔会当听有的话来教导。相反的，上帝也用咱会当理解的方式，把伊的心意藏踮伊的话语内面，互咱通好遵探。换句话讲，上帝毋捌把伊的心意藏起来，是清楚透过伊的话语向咱启示。上帝的心意比咱想象的搁较单纯，搁较踏近咱。伊的吩咐将来毋是要为难人，是要互人会当明白搁实践出来。今日上帝相款透过伊的话语向咱发出呼声，你有听到伊的提醒无？你明白伊的心意无？其实真侪时阵，咱并是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是毋愿照伊的意思做，就亲像囡仔明白父母提醒爱早困早醒，毋过又愿选择拍电动到半暝。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毋是要互人停留在头脑的理解，是爱活出来。上帝的诫命之所以无远，是因为伊爱咱伫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。伫家庭中彼此尊重，伫职场中有诚信，伫教会中彼此相听。上帝的话语毋是重担，是祝福；毋是空谈，是生命的道路。互咱莫只是做旁观者，是爱做行动者，甲上帝的话藏踮心内，用喙宣告，搁较着伫生活中实践。安尼，咱就会当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伫日常生活中经历上帝真实的同在。默想，明白上帝心意的关键，不在伫捌偌济偌少，是在伫敢有愿意照咧做。当我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后，是毋是愿意伫每一日的生活中学习顺服伊的心意？
明白上帝心意的关键，不在伫捌偌济偌少，是在伫敢有愿意照得做。当我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后，是毋是愿意伫每一日的生活中学习顺服伊的心意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话语近阁无谙实行，求你赐我单纯的心，愿意听叹阁遵行你的心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